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讯。60岁以后，有4种坚果是很多台湾人每天都在吃的，但这些坚果正在悄悄地破坏你的肝脏、肾脏，还有你的记忆力。更可怕的是，这些资料在台湾根本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肝脏跟肾脏的功能都在退化。60岁以后，肝脏的代谢能力会下降30%，肾脏的过滤功能会降低20到40%，我们的血管也开始硬化，大脑每10年会萎缩5%。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很小的毒素，对我们年长者来说，伤害都会比年轻人大很多很多。很多人以为坚果是健康零食，每天抓一把来吃，觉得这样对身体好。但是有些坚果反而会增加中风、失智症、肾结石的风险。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你真相。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如果你没有看完，很可能你会继续吃那些让你的血管越来越硬、记忆力每年都在快速衰退的坚果。今天这支影片，我会清楚地告诉你哪4种坚果必须避开，还有哪4种坚果你应该每天吃，来保护你的心脏、大脑跟肾脏。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没有，请打0。接下来我要先跟你解释为什么60岁以后的人选择坚果要特别小心。你可能会问，医生，坚果不是都很健康吗？为什么60岁以后要特别小心呢？让我用数据来告诉你，当我们过了60岁，身体会发生几个重大的变化。第一，肝脏的解毒能力会下降30%，这表示年轻时候可以轻松代谢的脂肪跟毒素，现在处理起来会很吃力。第二，肾脏的过滤功能会降低20到40%。肾脏本来是帮我们把身体里面的废物跟多余的矿物质过滤掉，但是现在功能变差了。如果吃进太多，某些矿物质就会累积在体内，造成中毒。第三，我们的血管会快速钙化、硬化，血管壁变厚变硬，血液流动就不顺畅。这时候如果再吃错坚果，让血脂升高，中风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第四，大脑从50岁开始，每10年会萎缩5%，神经细胞减少，记忆力跟反应力都在走下坡。这时候如果吃到含有毒素的坚果，会加速大脑的退化，甚至提早失智。但是如果你选对了坚果，反而可以延长寿命5到10年。好的坚果可以保护你的心脏、大脑还有肾脏。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帮助你在自己家里的厨房就能开始预防疾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一组要避开的坚果。第一种要小心的坚果就是夏威夷果。夏威夷果是所有坚果里面脂肪含量最高的，每100公克含有75公克的脂肪。对年轻人来说，肝脏还能处理，但是对我们60岁以后的人来说，肝脏已经退化了，处理不了这么多油脂。在台湾，60岁以上的人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果你已经有脂肪肝，还继续吃夏威夷果，就等于是在让肝脏更加负担三酸甘油酯，会快速上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有一位病人叫林建国先生，67岁，住在台中。他很喜欢看电视的时候吃夏威夷果，觉得这样很享受。结果有一天来做健康检查，发现他的三酸甘油酯标得很高，人也常常觉得疲倦，呼吸有点喘。我建议他先停掉夏威夷果，改吃杏仁。过了3个月，他再回来检查，三酸甘油酯明显下降，人也变得比较有精神。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吃夏威夷果，
我建议你改成杏仁。杏仁的脂肪比较少，对肝脏负担比较小。第二种要小心的坚果是巴西坚果。很多人听说巴西坚果含有硒，可以抗氧化、抗老化，所以每天吃。但是你知道吗？只要吃3颗巴西坚果，硒的摄取量就会超标。硒如果摄取过量，会造成掉头发、手抖、记忆力混乱，甚至指甲变脆。对我们60岁以后的人来说，肾脏过滤能力本来就差了，硒会累积在体内，毒性会越来越强。我有一位病人叫朱美华女士，72岁，住在台南。她听朋友说巴西坚果可以抗老化，所以每天吃3颗。结果吃了几个月以后，她开始掉头发，手也会微微发抖，指甲变得很脆，容易断。她来找我的时候很紧张，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我仔细问了她的饮食习惯，才发现是巴西坚果惹的，或我请她立刻停止吃巴西坚果，改吃葵花籽跟黑芝麻。结果过了2个月，头发不再掉了，手抖的情况也改善了。所以请记住，巴西坚果不是不能吃，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60岁，最好不要每天吃，更不要吃超过1颗。如果想补充硒，葵花籽跟黑芝麻是更安全的选择。现在我要讲的这2种坚果危险性更高，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是花生，很多人觉得奇怪，医生，花生不是很常见吗？怎么会危险呢？其实花生根本不是坚果，它是豆科植物。花生很容易发霉，一旦发霉就会产生黄曲毒素。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黄曲毒素列为第1级致癌物，也就是说，它会直接导致癌症，尤其是肝癌。60岁以后，我们的肝脏代谢能力变差，即使是微量的黄曲毒素，也会慢慢累积在肝脏里面，导致肝指数升高，肝功能下降。更糟糕的是，花生孩子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在台湾，很多老年人都有关节炎、血脂高的问题。如果又吃花生，发炎会更严重，关节痛会加重，血管也会更容易硬化。我有一位病人叫许志行先生，70岁，住在高雄。他每天晚上都会吃1小碟炒花生配电视，觉得这是他的小确幸。结果过了1年多，他开始觉得膝盖很痛，走路很吃力，而且常常感到疲倦。来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肝指数偏高，发炎指标也升高。我问他平常的饮食习惯，才知道他每天都吃花生。我请他停止吃花生，改吃南瓜籽跟葵花籽。过了半年，他的膝盖痛减轻了很多，肝指数也慢慢恢复正常。他后来跟我说，医生，我真的没想到花生会这么伤身体，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吃花生，请你认真考虑停下来，改用南瓜籽或葵花籽代替。现在我要讲的这个种坚果，对60岁以后的人来说是最危险的，那就是腰果。为什么腰果这么危险呢？有3个原因。第一，腰果含有非常高的草酸盐，草酸盐会在肾脏里面形成结晶，导致肾结石。台湾的肾脏病发生率是全亚洲最高的，很多老年人的肾功能本来就不好，如果再吃腰果，肾结石的风险会非常高。第二，腰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比其他坚果高很多，这会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对有3高问题的老年人来说非常危险。第三，腰果也会引发关节的发炎反应，加重关节炎的症状。我有一位病人叫李秀芬女士，73岁，住在新北市。她很喜欢吃腰果，因为腰果比较软，好咬，对她来说很方便。她每天下午都会吃1小把腰果当点心。结果吃了几个月以后，她开始觉得腰部闷痛，去检查发现长了肾结石。
同时他的膝盖也越来越痛，血糖也开始偏高。我请他立刻停止吃腰果，改吃核桃跟杏仁。过了大概4个月，他的发炎指标下降了，血糖也稳定下来。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是没有再变大，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所以请你记住，腰果对60岁以后的台湾人来说，真的是最危险的坚果之一。如果你想吃坚果，请选择核桃或杏仁，这2种才是真正对你有帮助的。好，现在我已经告诉你4种60岁以后要避开的坚果：夏威夷果、巴西坚果、花生，还有腰果。如果你继续吃这些坚果，你的血管会越来越硬，记忆力会越来越差，中风的风险也会越来越高，肝脏跟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最后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但是你可能会问，医生，那我以后都不能吃坚果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有4种坚果是我非常推荐60岁以后的人每天都要吃的。这4种坚果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保护心脏，保护大脑，还能预防失智症。这4种坚果我自己也每天在吃，我的很多病人在开始吃这些坚果以后，身体状况都有明显的改善，血压降下来了，血糖稳定了，记忆力也变好了。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这4种坚果到底是什么，还有要怎么吃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如果你认真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我相信你的健康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第1种我要推荐的坚果是胡桃。胡桃是所有坚果里面抗氧化物含量最高的。什么是抗氧化物呢？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不被破坏。60岁以后，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会越来越多。自由基就像是身体里面的小刺客，会攻击我们的细胞，让细胞老化、死亡。胡桃里面的抗氧化物可以中和这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大脑细胞，减缓记忆力衰退的速度。除此之外，胡桃还能帮助稳定血糖，对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位病人叫陈胜利先生，69岁，住在台北。他有第2型糖尿病，糖化血色素一直控制不好。他试过很多方法，但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后来我建议他每天在吃正餐之前30分钟，先吃1小把胡桃，大概1盎司左右。他照着做了3个月，回来检查的时候，糖化血色素从8.2降到6、7，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他跟我说：“医生，我现在每天都吃胡桃，血糖真的稳定很多，精神也变好了。所以如果你有血糖问题，或是想要保护大脑、延缓老化，我非常推荐你每天吃1盎司的胡桃。记住，不要吃太多，适量就好。”第2种我要推荐的坚果是开心果。开心果是所有坚果里面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含量最高的，这2种营养素对我们的眼睛非常重要，尤其是黄斑部。黄斑部是眼睛里面最重要的部位，负责我们的中心视力。60岁以后，很多人会得到黄斑部病变，视力会越来越模糊，严重的话会失明。在台湾，黄斑部病变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开心果里面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可以保护黄斑部，预防病变，让我们的视力可以维持得更久。另外，开心果还能帮助降血压。很多老年人都有高血压的问题，开心果里面的钾可以帮助稳定血压。我有一位病人叫吴纯美女士，74岁，住在花莲。她很担心自己会失明，因为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出现黄斑部退化的迹象。医生告诉她要注意饮食，多补充对眼睛好的营养素。我建议她每天吃1小把开心果，她持续吃了6个月，回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她的黄斑部状况改善了，视力也比较稳定，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不用再加药。她很开心地跟我说：“医生，我现在每天都吃。”
开心果，眼睛真的比较舒服，看东西也清楚多了。所以如果你担心视力退化或是有高血压的问题，我建议你每天吃开心果，记得要买带壳的，这样你会吃得比较慢，不会一次吃太多。现在我要介绍的这2种坚果，是我认为60岁以后最应该每天吃的。第一种是杏仁，杏仁的镁含量非常高，镁这个矿物质对我们年长者来说太重要了。很多老年人晚上会脚、抽筋、心悸、睡不好，其实都是因为缺乏镁。镁可以放松肌肉、稳定心跳，还能帮助我们进入深层睡眠。如果你常常半夜醒来，睡眠品质不好，很可能就是缺乏镁。除此之外，杏仁里面含有天然形式的维生素 E， 这种维生素 E 对大脑细胞非常有帮助。它可以保护神经细胞不被氧化破坏，让我们的记忆力跟思考能力维持得更好。杏仁还能降低坏的胆固醇，保护心脏血管。我有一位病人叫曾国辉先生，66岁，住在台中，他失眠已经10几年了，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效，胆固醇也偏高。他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但是睡眠品质还是很差。后来我建议他每天晚上睡前吃1小把杏仁，但是不要直接吃，要先泡水。你把杏仁泡在水里面过1夜，隔天把水倒掉，然后吃这些泡软的杏仁。这样做可以去除杏仁皮上面的植酸，让营养更好吸收。曾先生照着做了1个多月，他跟我说他的睡眠真的改善了很多，可以睡得比较深，半夜也比较少，醒来3个月后回来检查，胆固醇也明显降低了。他现在已经不用吃安眠药了，每天都睡得很好。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问题，胆固醇偏高，或是想要保护大脑，我非常推荐你每天吃杏仁，记得要泡水，这样效果会更好。最后一种我要推荐的坚果，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核桃。核桃是所有坚果里面 ALA Omega 3含量最高的 ALA。Omega 3是一种特殊的脂肪酸，对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它可以减少大脑的发炎反应，保护神经细胞，预防失智症。根据研究显示，每周吃5次核桃的人，得到阿兹海默症的几率会降低60%，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除此之外，核桃里面还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很多老年人睡眠品质不好，就是因为褪黑激素分泌减少。吃核桃可以补充褪黑激素，让我们睡得更好。核桃还能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功能，保护心脏。我有一位病人叫林秀珍女士，78岁，住在台北。她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的症状，常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有时候连家人的名字都会想不起来。家人很担心她会失智，甚至已经在考虑要把她送到养老院。后来她的女儿带她来找我，我建议她每天晚上吃核桃。我跟她说，核桃一定要放在冷冻库保存，因为核桃的油脂很容易氧化变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吃大概7到8颗核桃。林女士很认真地执行，她每天都吃核桃。过了6个月，她的记忆力真的改善了，可以记得更多事情，思绪也比较清楚。她现在还能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去养老院了。她的女儿很感动地跟我说，医生，谢谢你救了我妈妈，如果没有你的建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如果你担心失智、记忆力退化或是睡眠不好，我强烈建议你每天吃核桃，记得要保存在冷冻库，晚上吃效果最好。好，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帮你做一个总结。如果你吃错坚果，你的肾脏、肝脏、心脏还有记忆力都会比一般人退化得更快。请你记住这4种60岁以后要避开的坚果。第一种，夏威夷果，脂肪太高，肝脏负担太重。第二种，巴西坚果，
硒含量过高会中毒；第3种，花生含有黄曲毒素，会引发全身发炎；第4种，腰果，这是最危险的，会导致肾结石、血糖升高。相反地，这4种坚果你应该每天吃。第1种，胡桃，抗氧化最强，保护大脑，稳定血糖；第2种，开心果，保护视力，预防黄斑部病变；第3种，杏仁，帮助睡眠，降胆固醇，保护心脏；第4种，核桃，预防失智症，最有效，改善睡眠。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在台湾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知道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另外，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每天都在吃什么坚果，我会认真看每一则留言，也会回复你们。记得，健康是要靠自己照顾的。从今天开始，选对坚果，保护你的身体。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我们下次见。